好，新一集嘅揮霍本地波又同大家見面啦。好耐冇試過同大家做錄播啦，因為咧而家呢一個 moment 咧，其實就啱啱北區嗰場波踢完之後咧，我同阿房咧兩個拍檔咧就今晚咧就同大家講呢場波嘅賽後評，所以咧就冇時間做 live，太早啊。係啊，冇錯，同埋因為周中咧都好忙啦，冇錯。咁其實就喺禮拜二就有傑志對東區啦，禮拜四咧即係講緊今晚咧，就而家大家聽緊，應該咧就係禮拜四晚嘅。可能係12點前啦嚇，咁所以咧就都時間好緊迫。咁雖然你話賽程唔係好多，但係就發生嘅事都好多嘅。咁呢場波就當然係對於聯賽嘅榜首啦或者前列嘅形勢就好關鍵啦。絕對係啦，因為喺賽前呢兩隊波咧就北區主場，北區排第2。大埔排第3嘅，即係阿二就對阿三，咁啊邊隊波一場6分波贏到嗰隊就可以直接咧同傑志拉翻近喺嗰個聯賽榜嗰個嘅位置。咁啊賽果大家睇過都知就係1-1啦。咁呢場波同大家講翻兩隊究竟踢成點啦。咁嗱，首先一樣嘢咧就大家都知道近期咧因為災情問題，咁啊大埔就肯定就係近期嘅焦點所在。咁再加埋就今場波係大埔就作客嚟到北區咧，咁大家都希望多啲人入場嘅，咁其實入場人數就600幾咧，比我預期中想像中少啲。但係因為始終就平日嘅3點鐘啦，大家都要翻工啊，好多學生未放學添。係啊，我先喺球場見到有啲學生着住校服入嚟睇。係啊，所以都大家盡力啦，咁但係其實氣氛都唔錯嘅，咁啊特別係大埔球迷嗰邊啦，都好多核心嘅打氣成員都有入場啊，咁而比賽其實過程呢場波其實都精彩嘅，快上快落嘅，咁啊大家都係好喐緊啦，咁啊正選陣容其實大家都冇任何嘅保留㗎啦，咁因為就雖然你話大埔係要應付雙線作戰，咁但係其實始終呢場波對於兩隊波嚟講，佢哋為咗要緊貼傑志咧係不容有失，即係最重要。就算贏唔到，其實都要確保唔好輸俾對方，因為咧一來一回咧，如果輸俾對方嘅話咧，嗰個積分差距咧就會令到另一隊波係有機會咧就甩開咗你。冇錯，因為而家兩隊同傑志都係爭緊5分6分嘅距離。如果是第一隊波輸咗，再一步拉開咧，就有啲難追。咁啊變咗，其實你見到，尤其是大埔方面咧，先講大埔啦。其實佢哋咧呢場波，因為大家知道賽前佢哋喺亞冠已經出咗局啦，所以其實你見翻佢咧近期嚟講，少有地叫做full team將個最強嘅陣容擺翻落去喺佢哋喺聯賽嘅比賽上邊。係啊，同意啊。咁啊，講下今日嗰個陣容啦，可能大家就未必好知道嗰個擺位咁，因為點解要交代得清楚啲咧？咁其實同我哋現場睇咧，即係比賽上半場嘅時候，佢企出嚟排出嚟嗰個陣容同埋嗰個企位咧，同大家喺東網見到嗰個正選圖咧係有啲出入嘅。咁啊四人防線啦，咁啊右閘就由於李家豪又繼續都係要養緊傷啦，所以就繼續都係用顏卓彬啦。咁啊左閘就係韋法頓啦，中堅就係加比爾，拍住咧就係大喜啦。咁啊中間嗰兩個咧，或者中間嗰個四人中場線咧，其實要留意啦，因為咧就左邊就係伊高沙托尼，咁啊右邊咧其實就係上半場就係安排咗費蘭道踢呢個位嘅。咁啊中間咧就係帕特華維迪同埋咧就係杜國瑜。咁然後就前面就係陳肇鈞咧，就係支援正前鋒嘅天姆高夫斯基。我想講費蘭道先，好耐冇見過費蘭道踢翻以前比較喺佢叫做大傷之前喺傑志最高峰嘅時候，嗰陣仲叫做費蘭道 FC 嘅時候咧，佢喺邊度一條友玩晒。咁好耐冇見過費蘭道，真係叫傳染翻呢一個以前佢好慣常踢嘅位置。係啊，因為始終年紀大啦，咁你喺邊度位置，咁其實你嗰個過關斬將或者你嗰個速度啊。咁你尤其喺邊路，咁你除咗你話係即係靠個人技術，希望可以過到對方之外，咁你都要有咁嘅效率啊，回追嘅速度啊，喺邊路嗰個頻率你都要夠高噶嘛。咁但係就戰術上啦，咁其實李志堅都有一啲嘅微調啦。咁但係就喺呢場波，我諗上半場有一個幾重要嘅球員咧就受傷，就打亂咗大埔嗰個部署。咁講緊就係巴西嘅中堅加比爾，15分鐘傷咗啦。咁我哋講埋北區嗰個陣容先，同大家講下踢成點。係啊，咁啊北區咧就焦點嘅人物應該就係門將嘅李河道啦。呢場波佢係當選咗全場最佳球員，咁同埋佢自己本身嗰個大埔嘅基因都係好濃烈啦。咁因為佢就睇翻資料咧，其實李漢浩係大埔史上第2上陣多嘅球員，球會史上第一個咧。俾啲時間大家去估下啦，俾5秒啦，5、4、3、2、1，我就唔知啦。李漢浩都唔知嘅，李漢浩估咗好多個，呂志興啊、陳旭智啊等等啦。
但係其實正確答案係葉佳。葉佳係啦，咁啊，大家一講就想像到啦，因為葉佳都效力咗大埔好多年，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喺賽後訪問啦，咁其實都有絕對係一定要同阿李漢豪傾下偈啦，咁佢都係性情中人，亦都喺鏡頭前咧就流下男兒淚啦。更煙啦，都因為佢其實都。如果佢一路都冇走，其實佢都其中一個大埔嘅 icon。咁好多因緣際會啦，始終有時你知道大埔過往嘅歷史因素，佢又試過降咗落去，跟住又經過咗唔同嘅主理人。咁所以，但係其實李漢浩同大埔似乎都有啲比較難去分割。咁亦都知道佢都喺度紮根好耐。係啊。咁有啲咁嘅災情，佢一定係感同身受嘅。係啊。都理解。加埋其實因為大埔就固然有唔少球員都係喺大埔區內就係居住啦，咁其實李漢浩本身亦都係一個大埔居民，即係土生土長噶啦，真係喺呢個地方長大啊，咁啊亦都效力咗咁長時間，所以呢場波對住大埔咁，亦都仲要係自己當選全場最佳球員，咁我哋覺得係值得嘅，因為呢場波嘅上半場又的確係好多好精彩嘅撲救。咁而講翻特別提一提先，無獨有偶，你知唔知道第一場環嘅時候，當時北區作客去到大埔嘅時候，係2-0贏咗大埔。雲尼蘇斯2球啦。嗰場波嘅 MOM 亦都係李漢浩。係真係唔講，輝輝都提得好，我都唔記得咗。所以始終今年佢個表現啦，其實就整體嚟講都係穩定嘅。咁因為北區咧，其實佢哋今年個入球能力就唔使懷疑㗎啦。咁因為就我如果冇記錯嘅話，佢哋今季係場場都有波入嘅。咁但係就防守咧，其實就有時都可能會失1-2球啦。咁所以就門將其實李漢浩喺賽後都接受我哋訪問嘅時候都有講話。咁有時見到前面中前場嗰啲球員，咁其實佢哋嗰個個人質素咁高咧，咁佢作為門將都有時可以覺得係舒一口氣啦。咁但係都要喺關鍵嘅時候做出一啲關鍵嘅撲救。咁而其他嘅陣容，即係講緊今年北區佢哋主要用嘅球員咧。大致上同今場波都係大同小異啦，咁啊中間就黃浩然拍住丹尼路，咁令到前面咧其實可以兩邊路位置攻擊中場同埋正前鋒嘅位置都可以起用外援球員。咁但係就始終因為加路士仲係停賽，不過呢場波就係最尾一場停，咁佢哋亦都唔係好多選擇，即係喺防守方面。咁而過去Andy 拍住丹尼路亦都有唔錯嘅效果。咁本身賽前大家有啲擔心啊，大家如果睇佢嘅 social media 都見到今場波變咗功夫熊貓嘅黃浩然要碌雞蛋，碌住雞蛋咁，但係都冇乜太大影響，都我覺得呢場波佢都穩穩陣陣，都冇乜太大問題嘅。其實好好添啊，因為黃浩然其實上半場咧係有頭嗰24分鐘啦嚇，咁大家如果有睇直播嘅話，睇翻或者睇翻重播嘅話咧，你就可以留意住頭嗰25分鐘咧，黃浩然係有2次封到對方嘅射門，直接威脅到李漢浩嗰個射門。又有一下咧，就係陳肇鈞落到喺左邊嘅邊線位置，跟住咧佢就係飛鏟可以將個波咧就係清走咁，所以上半場其實即係話成場賽事北區整體佢哋嗰個防守嘅表現咧，無論你話門將定還是係後防嗰幾個強嘅單防咧，尤其是一 pair 中堅啦，咁啊仲有就係中場中艾路保利達啦、艾利安啦，繼續都係恰如其分做翻啲破壞同埋做翻啲搶截嘅工作。咁但係我哋都好少喺節目入邊咧就表揚個門將，但係真係不得不提李漢浩喺上半場佢嘅撲救。因為就喺早段救天姆高夫斯嘅嗰下彈地波，亦都係射得靚啦。咁啊，仲要就係因為場地質素咧，其實唔係太好之下，咁你個波打一彈咧，其實對於門將嘅預判咧有啲影響。跟住救咗伊高沙托尼嘅單刀啦，上半場完之前救咗帕特華維迪嘅罰球，所以就呢場波 MOM 都係合理嘅。冇錯啦，咁基本上除咗丹尼路之外，基本上北區嘅正選陣容就係近乎有一個華人防線啦，左閘就係簡家亨，右邊就係波比。咁我覺得呢個華人防線除咗Danilo之外，其實佢哋都算係幾恰如其分。因為咧，你見呢場波，北區係將啲外援名額係喺啲中前場嗰度咧，基本上係用盡嘅。係啊，即係希望擺大個頭啦。咁其實呢場波都好多話題嘅。咁啊，陣間我哋講到去完場前咧，有啲嘅換人調動咧，其實都值得大家係留意嘅。咁你話大埔其實上半場咧，我個人認為係應該要取得入球，或者係值得取得入球。要不是李漢浩3番4次喺門前力挽狂瀾的話咧，其實就應該北區就應該係好早就已經係失咗手噶啦。咁其實就喺中前場大埔嘅配合啦。咁其實陳肇鈞就呢場波佢係有入波，但係其實佢亦都係喺今季計埋呢一場波
亦都只不過係佢各項賽事第2個入球，第1個入球就係聯賽第1輪對住李文。咁其實之後嘅狀態都有啲反覆啦，咁好多場比賽其實都踢唔足嘅，或者嗰個對於比賽嘅參與度又唔係太高嘅。咁而其他球員啦，咁伊戈沙托尼咁啊，或者係天姆高夫斯基喺前線，佢嗰個策應啦，或者停波啦，咁啊加埋喺邊路嘅伊戈沙托尼嘅比波啊、費蘭道啊，其實都可以確保到大埔喺中前場有好多嘅組織啊，係喺北區嘅發揮之下，即係講緊喺發揮咧，係喺北區之上。咁啊都講埋北區嗰個陣容先啦。咁中場咧就繼續都係用緊艾利安啦、艾路保利達啦，同埋羅曉聰呢個叫做中場嘅三角形。咁大家都知道咧，近期咧因為卡迪嘅受傷咧，所以咧就佢哋喺中場選擇上咧，基本上呢3個都係近幾場波嘅正選嚟㗎啦。咁啊，即係左右嘅進攻或者叫逆風咧，就係一邊咧就係阿雲尼素斯啦，另外一邊咧就係古道拉。咁正前就當然就係近期 fit 到爆嘅風頭人物就係格蘭特。終於入唔到波啦喎！係咁啊，其實呢場波咧見到先講大埔先啦。頭先你咪講話上半場其實大埔係好有條件入波先咧，反而咧我自己有感覺開波嘅初段咧係另外啲意外，因為大家如果睇開大埔嘅比賽咧，經常都會有一樣嘢就係佢開波初段咧係好慢熱嘅。大埔呢隊波好少見呢場波嘅大埔一開波就同你搶呢個咧，我相信亦都唔知係咪大埔喺賽前一個刻意嘅部署啦。咁我哋賽後就冇特別問堅持呢樣嘢。咁但係你見到上半場尤其是開波初段，你見到大埔係積極嘅，而呢個積極同埋亦都搶咗唔少嘅攻勢，呢個應該都打亂咗北區嘅小部署，亦都令到大埔喺開波嘅時候係攞到啲甜頭。不過可惜嘅就係預咗今場好 fit 嘅 MOM 就係李漢豪，令到咧呢啲攻勢唔可以化成入球。其實大埔的確喺開波初段，尤其是15分鐘，當加比爾受傷之前，其實係佢好有條件可以領先嗰隊。係啊，咁啊係即係你可以歸咎下門前嘅把握能力，又或者你可以即係讚下李漢浩今場波嘅表現。咁其實就加比爾喺開波冇耐之後咧，就已經係傷出啦。咁其實佢今季就已經好多場比賽咧，其實就係佢嗰個上陣嘅頻率咧係唔連貫嘅。你睇翻你就知道㗎啦，即係佢係可能踢1-2場之後咧就要唞1-2場咁樣。咁啊之前咧就係膝頭哥有事啦，咁但係就據我了解咧，就佢今場波個傷勢就唔係膝頭哥，就係咧 hamstring， 即係大髀後肌嗰啲位置。所以睇下應該就唔係大傷嚟嘅，因為膝頭哥就點都個傷害性會比較大。咁啊，同大埔球迷講唔使太擔心啦，因為其實賽後我都有同阿加比爾都有講2句，咁佢話唔係好嚴重嘅問題。Okay. 不過當然傷勢嘅嘢唔係個球員自己決定嘅，佢都要睇醫生啦。堅Sir都話要軍醫去到醫院度睇下或者 check 過先知道究竟嘅情況係點。但係希望佢唔使唞太耐啦，因為對於大埔嚟講，加比爾實在太重要啦。當冇咗加比爾之後，其實大喜嘅發揮喺過往大家見到唔係太穩陣。今場波其實你見到佢好多時咧，譬如我哋影相行家最清楚，好多時你見到上半場，當格蘭特大家都知道，或者堅Sir甚至乎大家都知㗎啦，你又知我又知，單眼佬都知㗎啦，肯定就係焦點去 mark 嘅。所以其實好幾個鏡頭都出現，就係當格蘭特攞住個波嘅時候，係一對高大嘅中堅。嗱，當然講緊係加比爾未受傷之前，其實係一對中堅一齊夾埋去，咁其實係盡量減低咗格蘭特嗰個威脅㗎啦。係啊，咁講到話呢一個成場賽事，大埔嗰批中堅對住對面北區嘅正前鋒格蘭特咧，其實係幾好睇嘅，即係幾嗰個大家之間嗰個張力啦，或者其實我個人認為，即係無論你話係後備入替。取代加比爾踢個中堅位置嘅杜國良同埋大喜咧，其實都越踢越好嘅。咁同埋格蘭特，但係又唔代表格蘭特好靜喎，因為其實格蘭特佢喺好多嘅停波或者策應轉方向嗰啲帶動隊波嘅進攻咧，因為作為一個正前鋒球員，除咗入波之外，嗱我舉個例子啦，哈利簡尼，咁哈利簡尼其實射術當然精湛啦，但係其實佢同樣地鬥翻深啲。去到可能係中線附近嗰啲位置，跟住你話轉兩邊啊、箍波啊、帶動嗰個進攻咧，其實格蘭特好多今場波就係褪翻落去中線附近位置去做下教炮，分去兩邊，跟住自己就再壓入禁區後上等接應。呢啲真係級數就係級數。
講下個戰情啊，係我覺得大埔呢場波唔知係咪吸收咗上一場自己主場輸俾北區個教訓咧？亦都知道自己比較慢熱，所以呢場波佢哋比較專心，亦都可以用翻啲比較常規嘅正選。嗱，喺正選陣容，我覺得佢近乎係一個亞冠嘅陣咁滯㗎啦。除咗呢個知米基爾冇踢之外，基本上喺呢個亞冠好多嘅主力都擺翻晒喺呢場正選陣容上邊。係冇錯，咁阿輝輝講呢個現象咧，其實就有一個關鍵嘅球員嘅，嗰個咧就係賽後都有揾佢訪問嘅杜國瑜。點解關鍵咧？因為其實唔睇，即係唔做功課，有時即係做得未夠仔細啦。你一望就知道，原來杜國瑜咧，又問下大家，對上一次佢喺聯賽缺陣，唔計停賽啊，唔計紅和批嗰啲累積停賽啦，原來係已經係講緊上年嘅9月份，24年9月，即係上年嘅季初啦。係啦，第成季一輪佢近乎全勤咁滯。冇錯。咁而今季咧，其實杜國瑜唔係亞洲賽嘅主力，因為你要用翻，即係你可以不限外援啊嘛。咁所以你嗰個防守中場嘅位置咧，就多數都係用米基古圖斯。咁但係聯賽啦，咁由於佢係唔當外援名額，即係唔係外援球員啦，咁所以喺聯賽佢就降住一個防守中場嘅位置。亦都解釋到其實喺亞洲賽同埋聯賽用人，杜國瑜係一個幾重要嘅球員。咁當然今場波咧，其實就喺防守中場，佢嘅表現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就中堅杜國良入替之後，其實亦都 OK 嘅，即係嗰個防守高空波啊，即係應對對手格蘭特同大喜一齊去招呼住佢咧，我覺得都稱職嘅。咁最低限度就係你見到，即使加比如15分鐘受傷之後，其實換杜國良出嚟，其實都係位換位啦。原則上成個即係大埔喺上半場嗰個陣式係冇太大嘅變化，只不過揼翻嗰個位頂翻加比爾嗰個位置啦。係。咁我就覺得其實可能真係吸收咗上場波，或者都知道北區喺開波嘅時候就會同你搶，反而咧佢有少少想令個對手措手不及。我唔知阿堅常 exactly 係咪咁啦，但係個精神面貌俾我感覺就係大埔係喺好想喺上半場攞到個甜頭，去到作客嚟到北區呢個場咧，佢有少少反客為主嘅感覺。咁而大家都知道咧，過往咧即係大家睇開咁多場嘅北區嘅比賽，我哋讚佢哋嗰個進攻嘅行雲流水啦。基本上佢哋喺中場嗰個搶截同埋嗰個速率係好快啊，嗰個逼搶係好強。咁但係咧，見到上半場嘅大埔，當佢哋好醒神，成班人咧好集中想去進攻嘅時候咧，因為佢前邊嘅好手都唔少啊。尤其是今場波去翻個側擊打邊路嘅費南道啦，同埋伊高沙托尼。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就係呢場波咧，尤其是上半場，佢哋兩個係經常換位嘅。有時伊高沙托尼走去左邊，有時去右邊，有時同費南道換位都試過嘅。跟住咧，帕特華維迪其實本身除咗你話踢中場中節嘅位置之外咧，今季佢都試過係擺過喺4人中場線挨住右手邊，因為帕特華維迪都係另一個我覺得幾被低估嘅球員，因為咧大埔咁前面其實就或者成隊波都係球星如雲㗎啦，咁但係帕特華維迪又唔係話入球能力好高，咁啊跟住可能亦都佢防守攔截上亦都唔係話最顯眼嗰個球員，但係其實佢係做咗好多喺中前場做派牌啊，或者就係做串連，甚至乎呢啲球員其實都係好使好用，就係因為佢係踢邊又得，踢擺喺中場中路又冇問題，咁死球處理亦都係 OK 啦，咁所以就帕特華維迪今年即係我覺得都係另一個，或者即係嚟到大埔之後開始都係俾大家見到佢嗰個價值。甚至乎我自己個感覺有少少唔同意啊！調翻轉咧，我反而就係覺得，如果大家有睇過啱啱之前嘅1-2場嘅亞冠嘅比賽，當大埔喺正選陣容，甚至乎聯賽喺本地賽事冇用 Patrick 打正選咧，你就見到佢嘅重要性啦。喺前邊掹波做嗰個串連，其實佢非常之重要。咁你亦都見到佢喺上半場咧，因為大埔都幾主動啦，喺前面添姆高夫斯基，又有費蘭道，又有伊高，甚至乎帕特華維迪，又有菲利陳少君，即係話喺前場咧可以掹個波做組織，亦都可以 hold 到個波去策應嘅球員唔少嘅。所以其實咧，你見到喺開波，尤其是嗰10零20分鐘咧，其實甚至乎係北區完全係冇夠膽進攻嗰種嘅意味，因為都有少少我俾你壓住，咁都冇計啊，個波喺人哋度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其中喺上半場有一個主力點，當然就係加比爾嘅受傷。咁其實嗰段時間咧，我覺得係有少少令到北區有啲回氣嘅感覺啊。可以喺嗰刻，不如因為加比爾受傷，可能都停咗幾分鐘，可以令到北區有少少去調整。所以就算唔係話因為冇咗加比爾，佢哋進攻差咗，而係
嗰一刻令到北區有少少喘息嘅機會，亦都即係斬斷咗大埔嗰個勢啦。節奏係。咁其實成個上半場咧，北區得一下比較有威脅同埋似樣啲人埋門。我印象中係30零分鐘先開始做翻一兩下比較有威脅嘅攻勢。當然頭先我哋咪後講過格蘭特接應雲尼素斯嗰個傳中波嗰下啦。係啊，就係講緊36分03秒嗰下，咁嗰下就都做啱晒嘅。咁啊，雲尼素斯喺右邊落底傳中，跟住之後格蘭特喺中間咧，其實就喺後邊都俾對方力壓之下，咁所以就到個量係啊。咁即係所以嗰下餓射咧就係炒高咗咁樣啦，就未能夠繼續延續佢嘅入球走勢，但係都好啦，即係嚟到港超之後，連續咁多場都可以入到波咁，但係今晚即係今場波對住大埔呢個走勢就告終啦。咁但係嚟到下半場咧，情況係有啲逆轉嘅，因為其實下半場初段咧就輪到北區係錯過咗一個可以先開紀錄嘅機會，嗰個波咧就係講緊係48分38秒咁樣，就係喺一個快速反擊，北區人多打人少，4打1啊，4打2啊咁樣啦。古道拉策應係啊，咁而最後起腳就係雲尼素斯，咁但係都要讚翻大喜，因為嗰下咧就係佢奮不顧身咧飛落個位度，先至可以封到咧雲尼素斯嗰下起腳。係咁啊，嗰個波唔入轉個頭冇幾耐咧，大埔就開紀錄啦。喂，但係嗰個波都其實係非常之精彩㗎，因為嗰個過程咧就由帕特華維迪喺前場挨住右手邊少少嘅位置轉方向，俾到伊高沙托尼好巧妙轉身避過咗對方之後，再係啦，避過簡簡，跟住之後就側個直線落去俾費蘭道，然後撳過去遠處入攝嘅，通常都係呢啲位置出現嘅就係陳肇鈞入得好精彩，即係佢嘅搶點，大家見到菲力唔係淨係頭槌嘅，佢其實搶嗰個後插嗰下，即係一個叫做假九呢種嘅前鋒，其實係好啱佢。而呢種咁樣喺禁區頂度衝入去嗰種嘅策應咧，後衞好難 mark 㗎。係啊，防不勝防。我好多時候啲盲眼位啦，甚至乎係嗰啲尤其是啲高大嘅中，大家知道丹尼路又好。Andy 黃浩然都係啲比較高大嘅球員，轉身未必好快。係啦，咁而遇着咁靈活嘅陳肇鈞咧，嗰下射入去咧，當佢發現到陳肇鈞嘅時候，個波已經入咗㗎啦。係啊，所以就冇得 mark 嘅，咁即係或者好難去預防得到啦，即係可以做一個預判啦。咁但係其實呢球波最後就 check 咗 VAR 咧，係 check 咗成接近有6分鐘時間，但係補時補8分鐘，真係奇啦！淨係 check 個 VAR 都6分鐘，但係補時只係8分鐘，所以咧換人啊、受傷啊。我記得補時嗰陣時候咧，個旁證一出嚟舉牌咧，我就見到場邊啲球迷，喂，康文署趕住收工啊！係啊，大埔球，尤其大埔球迷嗰邊咧係有啲嘅聲音啦嚇。咁但係就出到嚟啦，即係入完波之後啦，VAR check 完之後咧，其實分零鐘咧就輪到大埔失手啦。我諗你比較保守啲，其實我印象中可能冇1分鐘，因為點解咧？我後尾睇翻片咧，旁述嘅 Ivan 定係大頭哥話，其實個 VAR 咧 check 完之後，大家連睇翻個 payback 嘅機會都冇，北區轉個頭就已經入波啦。咁大家即係如果睇嗰條片，你見到其實嗰個入波嘅過程，亦都係呢場波，我覺得踢得比較 sharp 喺前場嘅就係古道拉，即係巴西黃衛國。咁呢個波亦都係由佢嘅策動啦。咁首先就係佢攞住個波掕到喺進攻路線嘅 K 角或者左手邊。咁其實咧，今場波咧，其實你話上半場大起掹住格蘭特好睇啦。其實喺呢場波裏邊有幾 pair 都好好睇嘅。第一呢個咧就係其中呢球入波嘅主角，就係古道拉同埋掹住佢。大半場都係佢呢啲孖公仔咁樣嘅，就係顏卓彬。係今場幫我睇右閘嘅顏卓彬咧，其實就表現非常之好。如果大家賽後見到堅上都係讚佢啦。咁但係呢個失波咧，某程度佢的確係有少少失誤嘅。當時咧就解圍啦，省翻落去古道拉嗰度，個波係彈咗落去艾路保利達喺禁區邊嗰度嘅。咁但係咧，當古道拉好即係嗱，首先一樣嘢，艾路保利達好巧妙地咁將個波交翻俾佢。咁只不過佢同阿 M 斌就做個撞牆，咁但係問題就係明明掹住佢嗰個係顏卓彬咧，點解估到咧插入去嘅時候，咁顏卓彬嗰個 moment 係咪有啲走漏咗佢咧？咁係的確有啲失誤嘅。係啊，因為就解圍嗰下咧，就俾對方就打翻轉頭，彈翻轉頭咧，咁可能佢自己都失咗預算，咁啊令到咧顏卓彬咁樣嗰下係就可能慢咗令到令到佢就即係冇個運拍啊，翻唔切嚟，咁啊跟甩咗。咁但係搶你波嗰個就好醒啦，佢話知你就插去。
禁區裏邊。係啊，咁亦都俾波嗰就阿魯保利達啦。咁啊，今年其實佢都係北區陣中嘅其中一個助攻王嚟嘅。大家可能亦都低估咗佢喺中間，其實今季都俾過好多球嘅靚直線啊。呢個好嘢嚟喎，即係如果啲大球會識睇嘅嚇，或者北區真係要留住佢嘅，就呢啲真係唔可以放過。冇錯，即係唔好大家唔好成日淨係睇住艾利安先，呢個咧都係好嘢嚟嘅，係。踢法就好唔同嘅，艾利安啊真係硬橋硬馬，大刀闊斧咧，真係同你鬥搶鬥撞嗰啲。艾魯保利達咧係再幼細啲，同埋有俾波嗰一下。咁但係體能好好。係嘅，冇錯。咁但係就講到呢個失波咧，咁我又要俾大家提供翻啲數據俾大家聽下啦。咁其實咧就喺賽後訪問咧，咁大家就喺香港本地足球專區嘅專頁咧都見到咧有最新一集嘅呢個訪問㗎啦。咁其實就我就有問到李志堅啦，就係話今季球隊已經有3-4場波咧，就係喺領先或者入完波之後，瞬間被對方追和，或者咧就瞬間就俾對方咧即刻有一個回應。咁有啲咩例子咧？咁啊俾大家溫故知新下嚟好嘛？10月18號咁啊聯賽嚟嘅，對住傑志嗰場。咁啊入完波之後咧，咁啊嗰下就係馬卡雷納嘅頭槌入波，咁啊跟住4分鐘後咧就俾對手嘅亞祖安咧就係追和。咁啊然後嗰場波最終都係雖然咧好似打和，係啊打和1-1，係啦。咁啊而8日後啦，即係10月26號8日後，大埔對住東方。其實喺上半場完之前咧就保連奴為先開紀錄，但係喺佢入完波之後嘅3分鐘咧，冇錯補上補咧，嗰場係聯賽杯嚟嘅，係聯賽係啊。聯賽係 OK， 咁啊，所以咧就令到東方咧喺完半場前就追和，咁啊跟住仲有一場咧，其實就係講緊呢個係銀牌，係啦，銀牌咧就9月27號8強嘅時候，當時大埔喺上半場係領先住2球，但係去到下半場啦，61同65分鐘就係先後俾艾華頓同埋巴科爾咧係短時間內入2球，咁其實呢個現象開始，如果你係大埔球迷嘅話，都應該要擔心下。即係阿房就 point out 咗一樣，都大家必須要留意。阿堅 Sir 都必須要留意一樣嘢，就係防守嘅唔集中。短時間之內，即係你哋話咧，如果啲弱隊咧突然間俾呢個林崩盤咁輸，理解嘅。但係如果大埔佢係一個強隊咧，呢樣嘢咧就真係比較難接受。冇錯，咁亦都唔係一個強隊應該有嘅一種 mentality。係咁好似呢場波咁啦，你見到賽後堅 Sir 都有講，如果大埔喺領先咗嗰球波之後，能夠頂住嗰幾分鐘，雖然北區都會繼續攻，但係係唔係咁容易可以入到波咧？當大埔專注防守嘅時間，係咪嗰一刻？係咪睇 VR 睇得耐咗咧？班人都即係叫凍咗，然之後就有啲鬆懈咧。咁但係我覺得有時比賽嘢啦，好㗎，老實講啦。頭先咧即係大家會見到可能呢場波好多球員咧，即係食早2晚都有㗎。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咧？好似大家出翻嚟咧，好多跣腳喎。東區嗰場如是，今場波亦都係。咁但係呢樣嘢互相有影響嘅喎，即係調翻轉。大埔話要睇 VL， 大家凍咗啦，即係大家跑得輪，突然間 cool down 咗。咁北區又何嘗唔係啊？點解人哋一開波俾呢1公里就攞到呢個甜頭咧？嗱，我覺得呢個入波係有啲偶然性嘅，因為就係顏卓彬嘅解圍散翻落對手度，突然間嗰個防守，咦？哎呀，咁樣嗰下就嚟，咁轉頭就輸咗。係有啲偶然性咯。係啊，咁啊，但係就時比賽就係咁啦。咁點解個波去睇 VL 睇咁 Q 耐咧？係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咧，逢係有越位呢種嘅睇叫做視像旁證球證嘅話咧，其實係唔需要球證介入嘅。咁即係話其實 VAR 房自己睇得耐嘅。係，仲要呢個係 check 入波。係，咁 check 入波就唔係話 check 過程之中有冇犯規啦。咁有冇犯規就可能會再傾耐啲啦。但係睇緊有冇越位。咁因為睇緊越位，其實喂1就1，2就2㗎啦，即係好簡單。即係純粹就其實唔關事，個球證喺個球場嗰度就係喺度等嘅，就係睇咁耐就係睇 VAR 房等得耐咯。所以呢樣嘢咧，下年或者即係嚟緊，希望球季餘下落嚟下半季嘅時間咧，都要去繼續改善，就係 VAR 喺判決上面嗰個時間啊。因為其實對於職球員又好，對於球迷嚟講，或者對於電視機前面嘅觀眾都好啦，都唔係一件好事。咁你嗰個球賽個停頓位好戇居喎，個球證又企喺度，啲球員又企喺度。前後等成6分鐘，戇居居唔知道做咩。其實球迷喺個觀眾席都好多聲喺度，喂，快啲啦，搞咁耐啫，係咪先？所以係真係值得斟酌嘅。
嗱，講開球證嘅問題啦，咁大家都見到呢場波咧，即係無論係賽後即係 Karl Sir，雖然我哋冇做訪問，但係同佢傾偈啦，甚至乎你見到即係喺上半場直播嘅時候，你都見到佢幾勞氣，即係你見到其實上半場雙方都對於球證嗰個執法係有啲不滿嘅。咁啊，尤其是可能有啲埋身肉搏啦，咁啲攔截啦，咁啊可能嗰個執法尺度，大家就會覺得，喂，好似對面咧又咁手縮，我哋又咁手緊嘅。咁一唔一致㗎？嗰個執法尺度，咁即係所以呢樣嘢其實有時球證都係人啦，咁佢哋都知道其實每一隊港超球隊嗰個風格係點嘅，咁尤其是都開始意識到，可能北區係會一啲可能比較踢法硬淨啲嘅球隊啦，或者有啲可能係踢法比較斯文啲嘅球隊啦，咁啊會唔會有啲某程度上會係過分保護啊，或者即係可能或者有時可能會見到佢埋嚟，哇！呢個球員都係原來係好辣嘅喎，踢法唔係善男信女嚟嘅噃。好似咧即係講到呢樣嘢啊，講啲比較有趣啲嘅數據啦，咁啊原來我都係 check 翻咧，我先知原來對上呢2年啦，即係包括上季同埋今季，原來喺華人球員當中攞最多黃牌嘅球員係羅曉聰喎，我自己真係冇留意過，真係冇諗過，因為我哋平時成日覺得，喂，做中場掃把佬嘅破壞能力強嘅防守中場華人球員，諗嚟諗去咪胡俊銘啊、林顯廷啊、馮冠明啊咁樣，或者之前嘅余再賢啊等等啦，即係可能呢啲都係一啲好會前鬥能力強嘅球員，但萬萬都冇諗過，原來羅曉聰係對上呢2年攞牌最多嘅本地球員。中場線啦，係啊，再加埋其實羅曉聰佢喺北區，尤其是上季開始到而家，佢都唔係一個常規嘅必然正選，係咯，都攞咁多牌咧，大家就真係可以留意一個有趣嘅數據。咁我又覺得咁啊，即係頭先你講到話球證都係人，我相信其實某程度都同個形象有關。大家可能有時喺坊間都好多討論話北區啊點樣矛啊踢人啊咁樣，其實有好多時咧，當佢哋呢種踢法咧，嗱先唔好講之前卡路士嗰個波先，其實你見到今年北區嗰啲球員咧，佢哋去波係下下都去晒嘅。咁呢一種嘅踢法咧，係好容易令到一啲某啲人會覺得，喂，呢隊波係矛嘅，係鏟嘅。嗱，有時勇同矛同埋去盡一線之差，睇你點睇。咁你講到呢度，我哋又要回帶嘅咯，就係幾日前咧，大家都見到有啲示範單位啦，係咪？係冇錯，係咯。咁係到底係矛定係收山腳啊？係啦。大家咪要問下月巴佬喎，睇翻之前阿房嗰個直播，琴晚你冇做直播嘅時候咧，啲球迷就講：喂，阿房唔喺度啊，今日冇人鏟你。咁嗱 ，anyway， 我意思即係話咧，其實球證唔好因為咁樣戴咗個有色眼鏡，其實對北區有啲唔公平嘅。始終比賽就一場一場，就算嗰個球員佢嘅踢法之前試過點樣犯規都好，係應該每一個犯規係獨立去睇嘅，而唔係一種嘅感覺就係，哇！屌呢個人我見佢出腳我就知佢一定係矛柴嚟㗎啦。你可以小心處理，但係唔係針對性嘅處理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球證應該正視翻啦。大家可能有同我哋唔同嘅睇法嘅，可能有啲球迷覺得，北區就係即係矛隊啦，即係逢係人就踢啦。咁呢個就同回應翻上一次你講嗰樣嘢。同埋炒遠少少啦，即係一齊可以兩樣嘢一齊嚟講咧，其實就係、大家都記得有某啲球員，可能係涉及到打假波嘅球員，可能喺之前某啲球隊效力過嘅時候咧，咁跟住你就會潛移默化覺得，呢隊波打假波球隊嚟㗎啦，全部都係蛇鼠一窩㗎啦。正如北區，我哋喺季前做前瞻嘅時候，我冇份做啦，唔好意思啊。咁就係即係其他節目都有講啦，咁或者大家都意識到就係知道北區陣中係好多呢啲南美洲嘅外援，而我都一再強調呢啲哥倫比亞嘅外援球員咧，好多都係好硬淨，同埋就未必話會同你有任何嘅保留嘅喺啲5波嘅搶截，咁所以就會你可能俾個形象，大家覺得一諗到北區就係矛王隊嚟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每隊波都有類似呢啲咁嘅球員，咁但係你要咁樣去評價，我覺得外間即係如果有啲咁嘅評價咧，就應該真係要獨立思考。我覺得對佢哋都有啲唔公平嘅。始終大家成日覺得今年北區啲波好睇，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佢哋好睇其中一個 element 嚟嘅。因為佢哋班人尤其是啲外援，佢哋去到盡啲波搶截有效率，先至做到嗰種哇啲波唔會悶嘅感覺。咁其實呢一樣嘢，如果你唔係中意佢嘅球隊，唔係中意對波嘅人，你可能有另外嘅睇法啦。咁但係作為球證咧，就唔應該好似球迷有一個印象叫先入為主，我覺得唔應該。
咁球證係專業人士，球員係專業人士嘅時候，咁球證應該都要保持翻佢嘅專業性咯。嗱，OK，嗱球證我哋唔講太多，永遠都好多爭拗嘅，尤其是我哋經常都遇到我哋嘅評論會有球迷鬧我哋，你都唔識波，你有冇識波牌啦？我哋兩個都冇鋪牌啊嚇，OK，咁你哋可能有啦嚇，但 anyway， 咁我哋講翻場波先啦。係啊，嗱，我自己覺得喺場波當1-1呢個局面出現咗之後，我覺得大埔有啲俾佢打窒咗，因為呢個1-1出現。本身領先緊，嗰刻好似唔係好調整到個心理。係啊，嗰個入波咧講緊就係52分鐘啦。咁其實就仲有成好大段嘅時間，即係下半場都啱啱開始咗10分鐘都未夠。咁其實你話餘下落嚟嘅時間咧，北區都開始啦，可能佢都或多或少咧感覺到，喂，其實我哋雖然同大埔嗰個班費啊，或者可能係牌面上啊，係有啲信息啦，咁但係踢落，喂，其實都係均勢啫。更何況我哋有主場喎，係咪真係有機會一舉作客都贏過佢？係啦，作客贏過大埔2-0。咁同埋其實今季頭先我都講過啦，北區場場都有波入。上一次北區入唔到波嘅比賽咧，係上季尾二嗰一輪，即係咧今年5月17號嘅時候。同埋呢隊波又要講下數據啦。原來喺港超咁多隊波入邊，喺暫時呢一刻啊，喺落後嘅情況之下，北區係攞到嘅分數係最多嘅一隊。因為咧就阿 Wingo 咧經常都講啦，北區有個魔法嘅，就一定要先落後，落後佢先至激活到班人嘅。咁呢場波亦都幾明顯見到啦。當佢哋輸緊1-0之後，班人先開始攻啊。咁唔知係咪即係有啲此消彼長？我覺得上半場大埔比較主動啲，但係佢攻勢多把握唔到。下半場落嚟咁啊，把握到一個即係拉線之後，大家睇到冇越位，我哋相信球證啦。因為其實我都覺得個波唔似係越位，因為丹尼路都補翻個越位位，所以我唔明點解個 VR 睇咁耐啦。咁但 anyway，佢哋把握到呢一個咁靚嘅組織，可以憑住阿菲力打開紀錄之後，其實係攞咗個好嘅優勢。嗰一刻北區先至開始撳掣嚟攻，咁但係咧，你見到佢哋班人一攻嘅時候，的而且確似乎咧見到嗱，過往我哋見過對李文啦，對住傑志啦，呢場波對住大埔啦，似乎而家港超其餘嗰9隊球隊，唔係有邊一隊可以招架得到。同埋就算嗱，即係我都幾肯定㗎啦。嗱，短期內咧，我唔會再訪問陳志康㗎啦，因為咧如果有任何點解咧問到陳志康係一啲關於點啊？你點睇今年球隊嘅爭標機會啊？咁你都知道佢呢啲官腔嘅打法咧，佢又唔會俾透露太多嘅心聲。但係我哋外間或者作為球迷、傳媒朋友，所有人都好啦，你係唔可能嚟到而家呢一刻，你唔當北區係今年聯賽嘅有力爭標者之一。係，絕對係啦。咁你話去到尾，會唔會係因為佢哋嗰個板凳啊、戰力啊？甚至乎可能係佢哋所有，因為其實本身你要攞冠軍有一種嘅 mentality，即係有一種嘅心理質素啊，或者一種姿態。但係以表現嚟講，你唔能夠唔預北區咯。係，梗係啦。對住聯賽冠軍，暫時嚟講係1-1和上屆聯賽冠軍。係嗱，如果你成日都講，好似我哋琴日你冇做節目嘅時候，我哋講過足總出咗嘅其中一個 KPI，就係話Big Four前4嘅球隊個入場人數希望有1200人啦。咁如果大家 so call 去理解嗰幾隊 Big Four，咁 suppose 咧今年嘅北區咧對住佢哋冇輸過。係。咁點可以唔預佢咧？咁的而且確佢而家仲係排緊第2。今年啊，淨係輸過俾流浪啦，冇記錯。即係法定時間啦，應該咁講。係輸過俾流浪嘅，喺聯賽都係輸俾流浪嘅。冇錯，但係嗰場波我都好印象深刻。就係因為葉嘉宇踢得好。係啊，嗰場波咁當葉嘉宇踢得好，即係話其實北區即係講緊流浪門將啦。咁即係話其實北區攻勢係唔少，只不過對方門將有神勇嘅表現，咁所以令到流浪同埋就即係流浪季初個勢就同而家就好唔同嘅。嗰場波就係格蘭特開齋嗰球入波就入到而家，嗰場輸咗之後到而家。咁啊，當然呢場比賽佢冇入波，咁但係我覺得當1-1出現之後，其實你會感覺開始換人啦，即係嗰個換人嘅情況，你都見到慢慢又換咗呢一個迪亞高入嚟啦，跟住巴西黃偉國加埋香港黃偉國同場啦，又一次。即係你見到其實當1-1出現之後，似乎北區嗰個爭勝嘅決心，好想贏呢場波嗰個感覺係強烈過大埔。係啊，我都好想講下咧，輝輝啱啱提嘅呢個當然入替嘅時間就好後嘅88分鐘，不過你就係單憑呢一個換人調動，你已經可以
猜想得到陳志康對於呢場比賽嗰個態度，佢認為交代一下啦嚇，咁又有啲朋友可能冇睇場波或者唔知道點樣換法啦。其實咧，迪亞高就係入替雲尼素斯嘅，咁就一個正前鋒咧，就係換一個邊路球員啦，雙軌炮門，兩大箭頭、兩大射手一齊咧，尾段靠衝靠撞又好，傳中波多過接應點乜都好啦。總之隊咗隻鬼雷多過進攻點啦嚇。跟住咧就黃偉國換入替就係羅曉聰咧，其實就變咗個好似係4-4-2咁嘅陣式，就中間中場中嗰兩個咧就係艾利安加埋艾路保利達，然後黃偉國就係挨右手邊嘅。咁啊左手邊就繼續都係古道拉啦，咁啊正前鋒就嗰兩個頭先我講嘅外援射手啦。即係話其實睇大埔大埔點樣換人嗱，大埔咧其實杜國良換走到天母高夫斯基喎。係啊，咁換走天母，即係本身咧其實就由於佢哋喺上半場換走咗加比爾咧，就騰出多咗個外援名額啦。咁下半場中段嘅時候，其實就保連奴入替陳肇鈞啦。但係你會發覺保連奴，喂，坦白講，大家有睇波嘅話，我都唔知數手指佢掂波次數有冇多過5球。我喺下半場嘅時候咧，就去咗北區進攻嗰邊，跟住我就同個行家傾偈。嗰陣時應該係大概70零分鐘。跟住咧佢就話其實大埔都可以撳掣啊，點解唔換肥大出嚟？大家知道肥大即係保連奴啦。然之後個行家話：唔係啊，換咗出嚟咯嚇，換咗出嚟咩？踢咗10幾分鐘嘅嗱。即係個存在感係低到佢換咗入嚟，我都冇懷疑，大家就知道佢嗰個參與度係幾低啦。咁啊，跟住咧就再喺83分鐘就換入鍾偉強咧，就好明顯係想喺進攻嗰個模式咧有啲改變，因為就知道咁啊前面保連奴加天姆高夫斯基兩大射手喺度㗎啦，咁但係好似冇咩輸送喎，咁都係要喺前面咧執一執啊，或者係揾啲邊路球員睇下可唔可以加強翻咧，就係喺邊線嗰個活力。咁鍾偉強其實出到嚟，咁佢梗係爛打啦，咁啊鬥心就呢樣嘢就毋庸置疑啦。咁但係就令到去到最後關頭，大埔你話前面前鋒咁尤其是盧卡斯嘅缺陣，咁跟住天姆高夫斯基換走咗，咁得保連奴一個，又好似有啲有心無力。咁啊中間後上入攝嘅陳肇鈞又換走咗啦。咁所以最後其實你話攻勢上，其實喺1-1之後咧，大家都各有一啲入波嘅幾唔錯嘅機會，咁包括就係喺59分鐘40秒咁啊，格蘭大喺禁區入邊快射一下，咁跟住謝家榮救到古道拉執雞嗰下彈高咗，應該就係一個下半場北區其中一個黃金機會。咁其實之後亦都有一下罰球中楣啦，大家記得啦，就係艾路保利達75分鐘佢嘅罰球就射中楣。咁其實大埔亦都去到補時咧，就爭啲可以靠死球咧就頂入頭槌攻門嗰個咧。亦都我哋賽後有訪問嘅，就係杜國良。咁所以杜國良係啦。所以其實即係尾柱就頂斜咗啦。冇錯。咁即係作為兩邊嘅教練，我諗佢哋都會覺得算唔算係鬆一口氣咧？因為其實大家都對面有攻勢係可以鎖定勝局，咁但係就最後大家都係爭少少咁啊和波 OK 啦，咁啊唯有接受啦。咁啊即係。攞翻1分，起碼唔輸，咁啊即係冇話俾對方拉開咗個差距。就正如我哋頭先開節目嘅時候嗰個今集可能其中一個嘅主題就係你贏唔到，最緊要確保你唔好輸，唔好失波，唔好失分，即係唔好俾你嘅競爭對手有好大嘅差距再拉開咗。同意啊，不過就大家即係睇到呢一場波之後咧，你進一步去確定今年逢係有北區嘅比賽，對住我哋一直認為嘅強隊，包括傑志啦、理文啦、大埔啦，或者你掹車邊掕埋東方嘅話，你一定要當有北區嘅比賽對住佢哋係一啲大戰嚟嘅。今年嘅北區，你唔好當佢係下游球隊，唔好當佢黑馬，因為對佢太唔公平啦。你見到今場波對住大埔，佢哋彼此之間嗰個張力，基本上就係強對碰嗰種嘅格局嚟嘅。頭先我哋講緊有好幾 pair 嘅，即係攻守嘅一啲叫做好睇嘅嘅配合啊，係啦，搭啊，係啦，即係當然佢哋唔係組合啦嚇，只不過係一個對手啦，包括咗頭先我哋講過嘅格蘭特對住大喜啦，古道拉對住顏卓彬啦，另外一邊伊高沙托尼就對住可能係呢一個簡家亨或者波比，前邊嘅呢一個天姆高夫斯基有時會對住丹尼路，甚至乎有機會會對住黃浩然。咁其實中場嗰個爭奪都相當之精彩嘅，咁變咗其實你感覺上就係咁，就似咩？就係一啲過往睇開大戰先會出現嘅嘢，就係你對住我，你擺個球員出嚟好似捉棋咁啊，一牽一發就動全身。究竟嗰個人夠唔夠班去 mark 住嗰個人呢？走漏咗少少犯錯就可以懲罰你，嗰個感覺好強烈。咁所以其實呢場波，我認為
如果籠統啲，你可以話叫各踢半場好波。如果仔細啲嘅話，我會覺得大埔就係最有威脅，就係開波頭嗰15分鐘，而北區就係喺落後之後嗰大概20零分鐘，即係其實一頭一尾咯。大家都喺上下半場有一段時間控制住個戰局，攞個優勢。咁但係到最尾，大家都只係能夠把握到一次入波機會，最後打和。我認為呢場波和波係合理嘅。係啊，和波都合理嘅。咁但係就當然就令到依家排喺榜首嘅傑志小傑童笑了，係啊，石門表示高興。冇錯，所以對於即係今晚啊，即係過咗週中呢一場嘅比賽之後啦，比賽之後其實最大最開心嘅就係傑志。咁其實要留意喎，因為賽程上咧11日後啦嚇，咁啊講緊對唔住，應該係12月13號就9日後啊。北區對傑志，即係話下一場北區嘅主場又會再一次對住傑志啦。冇錯，大家仲記唔記得第一場環？我哋大家都同場啦。當時睇到3-3，3-3，3-3，3-3係上季啦已經，上季都叫都唔記得。唔係今季嚟嘅，銀牌就試過北區贏過傑志3-2，淘汰咗去出係銀牌。咁啊，傑志就聯賽3-3係啦，係啦，我哋都喺球場啦，臨尾簡家亨嗰個罰球即係收死咗阿棒。好啦。喂，近期雙方都有唔錯嘅狀態喎。如果北區要爭聯賽冠軍，咁對住傑志就一定要喺對手身上都起碼要搶到分。最落後啦，即係因為傑志就佢哋會知道呢場波開波，呢場榜首大戰開波之前，佢哋就喺榜首嘅位置。北區就係最落後嗰隊，到時咧有考驗下佢哋嗰個決心同埋嗰個喐緊啊！即係北區其實你話要主攻喎，咁其實佢哋都有咁嘅條件㗎嘛。係咁，當然即係傑志如果能夠贏到北區嘅話，就進一步去鞏固佢喺呢一個第一階段。大家知道啦，今年係有呢個爭標組，即係挑戰組啦，即係有第二個 section 嘅。咁即係第一個階段嘅兩個循環咧，如果傑志能夠贏到北區咧，基本上就相當之有明顯嘅優勢。因為點解咧？大家睇翻北區咧，近排嘅賽程都幾地獄嘅。先對呢一個理文啦，跟住呢場波對完大埔，下一場波就會對傑志。之前呢，今年呢一隊即係叫做都唔知點形容北區，總之今年就係一隊實力相當嘅球隊咧，已經令到理文同埋大埔一齊失分㗎啦。係咁嚟到對傑志究竟係點咧？我相信亦都係非常之關鍵。即係簡單啲講，今年我唔夠膽講北區係一定會攞到冠軍，係爭冠軍。但係你要攞冠軍，一定問過佢。一定係啦。咁啊，即係你話諗翻當年，其實李斯特城喺英超攞到聯賽冠軍咧，其實就係佢自己都有機會爭冠軍。食住嗰度勢，即係一路 keep 住呢一個成班波嗰個凝聚力啊，咁成隊波嗰個感染力夠強嘅話咧，其實一路大家去有一個咁嘅速率嘅話，一路係可以 keep 到季尾嘅話咧，北區啊真係可以喺今年攞到聯賽冠軍嘅，即係港版李斯特城，唔係馬體會啦。係咁，你形容港版李斯特城，我覺得都 OK 啊，因為季前有邊個會覺得北區又可以挑戰到聯賽錦標啊？即係就算我哋有唔少朋友都覺得，即係包括小弟在內啦，覺得北區係黑馬，咁但係而家都好難可以再用。佢哋都係黑馬，咁但係大家明我意思啦，即係話超級黑馬啦。聯賽冠軍你一定要預埋佢。我就之前喺即係賽前嘅 P 得咧，我就預佢估佢哋打到係爭標組嘅。咁似乎呢一個形勢都算樂觀啦。即係你話係咪真係爭到冠軍唔夠膽講，因為始終個變數都唔少啊。因為佢哋入咗去爭標組，真係你想入到去嘅時候，都仲要喺第二階段再同其他對手再踢一場過嘅比賽，即係可能一個叫單循環。咁到時會發生啲咩事呢？去到季尾有好多變數嘅，因為去到季中大家知道冬季轉會窗開嘅時候，啲球隊都會有呢一個增兵嘅機會。同埋會唔會就係因應你依家嗰個喺聯賽嗰個排名，知道球隊個目標有機會嗰個期望值要調一調翻高，咁你就會加碼增兵。喂，管理層可能有咁嘅諗法，可能有咁嘅野心噶嘛。咁所以我哋大家拭目以待啦。咁而嚟緊呢個禮拜其實聯賽就得3場嘅啫。咁啊，但係都唔好忘記其他球隊嘅。咁啊，有戲碼包括邊啲咧？咁啊，禮拜六晚咧，禮拜六嘅中午啦，理文咧就係對住南區。咁啊，跟住禮拜日咧就2場賽事，咁但係大家要取捨啦。因為咧2場都有少少搭咗時間嘅。咁啊，3點鐘咧就係九龍城對住東方，4點半咧就係港會對住大埔。咁啊，唔好忘記喎，你以為大埔係咪一定贏緊港會啊？
仲記唔記得上年大埔作客對住港會輸2-0，冇錯。同埋咧就大埔今個比賽咧都有啲舟車勞頓，因為始終嗱佢雖然亞冠戰翻嚟，但係啱啱踢完呢場波，幾日後又要再一次出征啦。咁即係話幾日後咧，3日到咧就踢第2場比賽啦。雖然個對手大家都知道港會係比較明顯地係弱啲啦，咁但係大埔都唔好掉以輕心咯。係啊，即係隨時會出事。咁當然啦，上季其實輸俾港會都最後攞到聯賽冠軍。咁但係如果呢個階段輸埋，咁即係輸咗嘅話咧，你又再落後啲咧，可能大家嘅球員嗰個士氣又進一步係受挫。係啊，咁啊，即係呢場波我就覺得即係算係一場幾精彩嘅比賽，張力好夠嘅。你話成場波係咪飛沙劈石未至於？咁但係最低限度咧，都貫徹過去咁多場波北區嘅表現，就係你睇嗰啲比賽唔會悶。係。咁而大埔，我認為佢今場波嘅發揮都唔錯嘅，最低限度佢入局比之前快咗好多，去到上下半場都係叫做由頭到尾都幾有味道嚟，有爭議嘅又發生，然之後入波亦都出現得快，大家亦都不乏有好多入球嘅機會，咁啊呢場都不失為一場好睇嘅波嚟嘅。所以對於繼續推廣港超嘅品牌，俾一啲可能係新加入港超聯行列嘅球迷咧，呢場波都係一個幾好嘅廣告嚟啊！冇錯啦，咁啊今集同大家短短地咧都唔係好短，1個鐘度啦，同大家就講咗呢場波啦。咁啊下集節目咧，我哋會下個禮拜咧就回歸翻喺呢一個港超 live 嗰度啦。咁啊再同大家講翻啱頭先阿房講呢個禮拜嗰幾場波究竟踢成點，到時個聯賽榜嘅形勢會唔會又有變動咧？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OK， 好啦，咁多位下集再見。好，拜拜。